好啦，咁啊，見到啲球迷咧又開始咧作勢咧，就係吶喊歡呼啦，因為咧英格蘭啊出場啦，有好多球迷咧都係捧呢一隊波㗎。咁啊，英格蘭咧就係對住日本㗎。咁啊，英格蘭陣中咧當然咧就有非常之出名嘅高靈斯啦。高靈斯咧唔單止咧就係攞分王啊，咁咧而且咧好有魅力嘅，亦都好有經驗嘅一位嘅球手。咁仲有咧就係啊英格蘭陣中嘅韋迪啊，咁啊韋迪咧暫時咧就係列作咧呢個後備球員嘅。好啦，另外一支嘅亞洲球隊，咁啊之前咧香港隊就輸咗俾英格蘭咧，就係0比45啊，咁啊將心比己咁計啦，咁啊威爾斯贏咗日本，咁啊睇下依場咧。咁當然英格蘭就會睇嗰一線嘅，咁啊睇下分數咧會係幾多啊？因為稍後之後咧，呢組嘅其他嘅小組分組賽咧，香港將會對住日本嘅。係啦，咁日本咧着深藍色衫。好快地咧就已經跑咗出嚟啦，端立再作出一個俾咗個長拳啊，就係古靈斯啊，古靈斯嘅達陣。整個巡迴賽啊，咁多年計啊，198個嘅達陣。古靈斯今次係調轉角色啦，之前呢都係做波多啊，咁啊今球隊友咧就係做翻俾佢。見到咧佢嘅分數2302分啊，係比第二位多成1000分咁多㗎。咁第二位嘅球員仲已經退咗休啦，沙瓦夫。佢仲要可以繼續增長啊！當然啦，唔止佢係佢嘅達陣係次數多啦，我哋連佢加踢都係非常之準嘅。古靈斯兜在圈，左邊右邊都有人㗎，佢係揀咗俾左手邊。俾咗萊爾啊！其實古靈斯都係一位非常之全面嘅球員嚟嘅，咁啊可以見到啦，佢啊可以入波，亦都可以踢波。咁啊睇埋呢球啦，佢亦都可以咧就係做傳球俾自己隊友入球。咁其實英格蘭陣中咧都有好多新血嘅嚇，咁啊新舊人咧都要磨合。附加罰球亦都入埋喎。咁啊2分零鐘咧就已經係有2個嘅達陣啦，英格蘭。又係英格蘭喎，日本隊好似冇得進攻咁啊！古靈斯中間又作出個短傳，俾到話1個2個拉唔跌佢啊！球證吹罰啦，落地唔放波。又係啦，將個波咧踢咗去界外先。交係球日本隊，除咗出嚟，俾咗唯一一位咧就係日本嘅愛籍嘅球員啊，石油嘅杜佩亞力啊。
好啦，可以見到咧就係日本隊開始進攻啦。落地唔放波啊！球證吹罰咗日本隊，英格蘭有一個嘅罰球機會啊！傳咗出嚟，阿波特。阿波特嘅達陣啊！巡迴賽嘅第8個入球啊！因為埋對直情係日本隊嘅球員，直情係攬唔跌佢。咁啊，日本隊咧喺呢場賽事到目前為止咧都係只有陪跑嘅嚇。以前係古靈斯嘅附加罰球就唔入，但係比數如果拉開咗啦。古靈斯開波，吞得好後啊！日本隊嘅防守線。出咗嚟，個接法做得唔錯，日本隊。傳翻出嚟，中間揾人啊！佢一路望啊，打翻去左手邊，中間真係俾佢揾到空位喎。仲要俾到啊杜佩亞力，一路跑啦，爭啲速度啫。依球冇事㗎，有少少甩漏。但係旁證咧就出咗界，但係好快啊！英格蘭隊亦都開咗個快嘅界外球啦。古靈斯傳咗出去啦，就係逆風嘅球員啊，7號嘅萊爾。啊！真係估唔到啊！正當呢個日本嘅球員啊，啱啱以為自己達陣想慶祝嘅時候咧，俾球證咁樣一吹咧，咁啊英格蘭咧即刻作出呢個極地反擊。仲有好醒目啊！英格蘭隊見到係界外球，即刻開咗個快波。英格蘭啊，化危為機啊，成功有達陣。睇翻呢球，其實見到呢度壓力咧都已經盡晒力㗎啦，跑咗出嚟。一路揾空位跑，咁啊聽現場觀眾嘅反應咧，就有啲不以為然啊！睇下咧慢鏡頭啊，研究下究竟係咪可以達陣先。係啦，出咗界啊！首先個啱啱個 pat pat 位置就出咗界。咁啊見到英格蘭嘅球員即刻咧就係指住投訴嘅，咁啊投訴得直。26-0，英格蘭暫時領先。